各位兄弟姊妹平安，今仔日早起，我伫这所在甲恁分享一个真感动人的故事，就是叫做平安夜的故事。这代志发生伫1818年12月23日的暗暝，伫 Austria 的所在就是伊地利一个村内面的一个教堂，号做 Saint Nicholas。圣尼古拉斯有一只路鼠真大胆，会立起到教堂内面，在教会内面。然后伊就看到一个风琴，伊就钻入去风琴内面。咱知影路鼠当然伊就安遐加东加西，所以隔壁仔早起12月24日，这个教会的这个司琴叫做 Franz Gruber， 伊就来到礼拜堂内面。伊就坐伫风琴的位顶开始来弹，当伊一弹落去的时阵，无声音，无声出来，伊就感觉真奇怪，看哪会无声，所以伊就徛起来，安尼来看，要来检看卖到底什么代志发生。对闭门就一位搁在这个教堂内面的神父就是暂时代替的神父叫做 Joseph Moore， 伊就来，伊就跟 Franz 讲 ，Franz， 你咧看啥？因为 Franz 讲，你知无？我弹落去的时阵无声啊，这个风琴。今仔暗暝是咱的圣诞夜的聚会，琴无声，咱要怎啊来弹呢？是敢若发生什么代志？这位 Joseph Moore， 伊就讲，你起来，伊就起到风琴的后面，伊就抱伊。你看到迄个洞无？今仔日早起我起来的时阵，我就是看到袂单，但是我就看到有一个洞，应该是路鼠入去内面，将内面的线已经夹，毋知影夹到什么线灯，所以无声。所以这位司琴就讲要怎啊咯？咱每年的圣诞夜，拢靠着这个风琴，安遐来弹出美妙的声音。今年要怎啊？所以这个 Joseph Moore 就讲免惊，不要紧。我有作一首诗，伊就将一首诗摕出来。伊就讲你看卖咧，你若有法通该配调来说，今仔暗咱就可能有法通唱。所以这就是 Moore 这个 Gruber 伊就摕起张诗的时阵，伊就看，伊看了。心内面就真大的感动，可能就有一股力量伫伊的心内面。伊讲伊毋捌有一款反大的感动。然后这位神父就悄悄来讲，其实这个是我的建议啦。我是想讲，咱甲风琴已经歹咯，你若有法通开作曲，咱用 guitar 安遐来弹的时阵。咱互一个囡仔一个合唱团，伊就可能锻炼咱敬拜啊。所以这位Gruber 伊听到的时阵讲好，你互我带倒去，我赶紧有法通来配调。所以当伊有哪行倒去的时阵，伫脑海中间就开始那个调就开始安遐来出来。伊就安遐直直想迄个调，就想迄个字，迄个字讲什么？平安夜，圣贤夜，万暗中光华响。所以倒去的时阵，这伫伊真简单徛起的所在，这伫伊一个古老的风琴边头，壁画一个十字架，伊就按遐开始来写，伊将这个简谱来写起来，有法通用 guitar。按遐来弹，所以迄下晡伫这个 Moore 这位神父会出来还是讲伊的伊的册房内面，册房中伊 office 有12位的囡仔伫遐咧开始来唱一首歌。当然开始咧唱的时阵，在时嘛无响，但是慢慢唱，然后这两位这位琴师这位神父，伊就开始用伊的吉他按遐来伴奏。
经过几6点钟了后，因有法通将这首诗唱啊真水。迄暗暝圣平安夜，当这位 Grover 甲这位神父 Joseph Moore， 因摕到伊个 guitar， 然后12个囡仔底上台的时阵，怀观众伊就开始真着惊。干呐，因为因是真保守的。当作是伫教堂中间，只若有用风琴在做，无人咧用 guitar， 因为 guitar 是搁在世俗的。但是虽然是着惊，但是因看到因摆伫面前的时阵，当这两位开始来弹伊个 guitar， 真水的音乐出来，所以囡仔就按遐来唱，所以暗暝怀观众听真入心，是个平安夜、圣贤夜。所以这首诗歌，这首圣诞歌，伫1818年12月24日头一摆按遐就演奏，然后唱出来，大家人拢真欢喜。但是呢，虽然大家真欢喜，真爱听这首诗歌，但是无偌久，大家搁再袂记得。第2日就无人会记得。然后这首歌、这首诗毋知放伫倒啦。但是咱感谢主，上帝有伊的作为。到下年的春天，因就有法通去邀请，去请一个琴师，一个咧修理风琴的人来修理因的风琴。所以伫咧修理中间，就交一位神父 Joseph Moore 三甲安遐伫遐讲过，就讲到迄暗暝12月24，讲恁无风琴的时阵，恁怎啊？恁的圣诞夜怎啊呢？怎啊来唱诗歌 ？Moore 就甲伊讲一个故事，怎啊用 guitar 安遐来唱首新的歌，叫做 Silent Night。当然，一位或者 Carl 的修琴师，伊就讲说，恁才有法通，互我无我要来看这首歌怎？所以这神父伊就去，因下摆等下后面，这个叫做木地个，真侪物件放伫遐，等伫遐，伊就安尼找，伊找到迄首诗歌，伊就摕来互这个 Carl。他讲我这伫遮啦，这卡推了的时阵，伊去看，因为伊也是会晓弹琴，所以看会谱的时阵，伊就安遐开始伫伊的脑海内面来唱，来吟，伊感觉真水，伊就爱讲，我会做你讨起无？当然，一位神父讲，做你做你摕起啊，因为现主时风琴已经修理了咯，所以无需要这首咯，阮会搁再开始来唱别首。所以这位 Carl 就该退去，伊就带到伊徛起的所在。毋知怎啊，伊就将这首歌按遐来甲人分享。就有2个家庭因是啥物啊？就是去遐侪遮所在咧唱歌。顶摆要唱歌，就是因敢若像叫做一对一对因一对就这个家庭，因就去别遐唱歌去演唱，因就将这首歌。带去真正侪所在按遐来唱，所以这首歌就对奥地利就是 Austria 带到德国，对德国按遐分送到全世界。所以咱现主时有法通唱 Silent Night、Holy Night， 真水的歌，上帝遮就一只落起。互伊风琴歹去，然后上帝借着一位咧修理风琴的人，将这首诗给册出来，然后给带去分送伫真多的国家，互你互我有通唱。咱看到上帝奇妙的作为，有时阵发生伫咱身上的一个代志，咱感觉敢若真是安尼，咱感有时阵咱真无爱，咱兼才会野受气。但是无拄全是歹，因为上帝
有法通借着在所谓不如意的代志来完成伊的作为。所以咱每一摆来唱一首 Silent Night 的时阵，平安夜，咱我人想到上帝会听。